国警告加拿大，中国外交部星期六紧急召见了加拿大驻华大使，其中严正交涉，要求加拿大立即释放华为 CFO 财务长孟晚舟，否则必将造成严重后果。外交部副部长说，中方强烈敦促加方立即释放被拘押人员，否则必将造成严重后果。中国士兵在巴基斯坦进行演习。巴基斯坦陆军表示，一群中国军队于12月8日为了参加联合军事演习来到巴基斯坦。这些属于中巴特种部队的士兵将在巴基斯坦参加持续3周的战时维尔2018军事演习。乌兹别克斯坦有136名囚犯被赦免。乌兹别克斯坦总统沙夫卡特米尔齐亚耶夫因纪念该国宪法通过26周年而决定宽恕136名囚犯。在他省干举行的宪法通过26周年的仪式上，米尔齐亚耶夫宣布，他已经签署了关于赦免136名囚犯的法令。这些囚犯后悔自己的罪行，并走上了复苏的道路。今年6月，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齐亚耶夫在该国历史上首次签署了关于因斋月而宽恕囚犯的法令。以色列和黎巴嫩边境发生冲突。以色列军队报告说，在北敦行动下，黎巴嫩边境的以色列军队向那些声称是真主党组织成员的人开火。因为他们走进边境，以色列军队于周二早上12月4日发起了一项名为“北方盾牌”的行动，以揭露并摧毁据称属于真主党的隧道。黄背心蔓延至其他国家，在法国没有离开街道的黄色背心的行动超出了该国的边界。法国的黄背心示威活动蔓延到邻国比利时和荷兰，大批示威者在首都布鲁塞尔上街，在社交冬季即将来临的口号下抗议生活负担沉重，要求政府下台。在荷兰，黄色背心的集中在海亚、阿姆斯特丹和卢特登的城市，并要求政府辞职。